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兔啊。观众朋友，昨本土确诊破200个，今仔日281，这今年上悬的数字，确诊探到17个县市。连假结束了后，未来2礼拜确诊数字拍算会搁较济。总是大家敢有发觉？你即马看到数字的感觉，甲旧年已经无同。疫情拄啊开始的时阵，清零是较赢。即马疫情到尾期，比拼别国的状况，咱知影正常生活甲控制疫情有平衡是较赢。咱即马长咧行这条路，毋过咱搁爱一摆强调，毋是放放放，保护家己的手路无改变，挂喙安、接洗手、维持社交的距离，这拢无改变，是咱的心态需要调整。无需要为着数字来惊吓，嘛无需要为着数字来责备啥物人，主动甲安全措施做好，这叫做积极防疫啦。面对未来疫情落草，维持空间积极的心理准备，咱做伙来探讨。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周宪章医师。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仁医师。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丁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咱台湾已经2天吼确诊超过200个，今仔日281。未来若是搁较侪轻症的人，可能会伫厝里静养吼。这阿中指挥官讲吼，相关的规定即马当地修订。昨家人爱心的体检吼，头一天上路有4个阳性，这快筛阳性了后，搁去做 PCR 吼，犹原是确诊，这阳性率到100%哦。另外，即马台湾已经有超过100间的学校，因为确诊的学生来停课，若是搁较侪学生确诊了后，咱敢就需要一个人确诊，全规个学校拢停课吼。啊，中指挥官讲，这嘛得检讨哦。好啦。过来，大家嘛就要去新港来示警吼，大型的活动嘛要开始。这个未来吼，这个防疫的规矩吼，超过6成的民众感觉爱搁较严格。过来，咱要来比拼中国上海的疫情。咱知影，昨因增加17000个吼，规个城市来封锁，这个封锁搁要继续哦，因为咱台湾甲中国的经济往来吼，嘛会受到影响哦。咱知影吼，再来中国政府拢甲因的人民当做韭菜吼，因无法度注 mRNA 的疫苗，即马疫苗的这个效果伤歹吼，疫情控制袂掉吼，讲要引进口国外 mRNA 疫苗，搁来延前吼，这个问题，咱今仔日要来探讨。大声来看今仔日指挥中心记者会。今天我们的确定病例。本土的病例持续增加，那今天有281例，那境外移入的有78例，这281例那大概就是台北市有45例，新北市有115例，桃园有17例，台中2例，台南1例，高雄37例，基隆26例，新竹县12例，新竹市6例。苗栗县1例，彰化县2例，云林县1例，嘉义县2例，屏东县1例，宜兰4例，花莲8例，台东1例。在高雄某场所跟台北某场所这2个相对的地缘性地域性稍微复杂一点。那其他在一个新北的校园团聚那增加的人还多那基隆还是持续在增加。那对于在居家隔离大家知道我们是原则是以1人1室为原则。那现在第2个就是说我们在同户被居家隔离的可以住在一起。卫浴以前是要套房，现在只要是有当然是都是隔离者那就没有关系。1人1室的时候，它的卫浴只要经过适当的清消，它还是可以共用。来看这个月疫情较大的发展事实上为3月30开始逐天拢破100个，昨是216，今仔日是281。咱今仔日到4月初6已经超过1000个人确诊去年
6月初5的时阵是476，这是咱上悬的数字。咱大声来请教周医师吼，咱即马看到今仔日有280个，总是今年的数字，甲去年升3级进前的这个数字意义应该无共啊吼。周医师咱怎看？主持人讲了真对啦吼，数字吼虽然吼咱看起来敢若讲是真恐怖来讲吼，但是甲去年比起来吼，咱有几个无共款的所在吼。第一点就是讲吼，咱的迄个疫苗吼，咱即马吼第一剂已经超过80%几啊嘛吼，83左右。啊，第二剂啊，甲第三剂吼，拢差不多有50%吼。咱已经做过疫苗，已经有咱有一寡防护伫的吼。啊，第二个就是讲吼，咱即个轻症吼，轻症化的即个吼，迄个 COVID-19 吼，伊的迄个轻症医疗量能吼，较袂去迄个占有啦吼。你像去年迄个真侪人摊到的时阵吼，迄急诊室吼，拢足侪人的嘛吼，啊个真侪人吼去住迄 ICU 吼，啊个真侪人吼，迄个大家看讲吼，拢真恐怖伫的吼。但今年吼，咱即卖的即个现象吼，看讲吼已经有280几个吼，但是咱的轻症拢是99.9%几啦吼。啊，当然有几个个吼是中重症来讲吼，但是对咱医疗量能吼，较无啥物迄个妨害着啦。因为咱即摆安尼来讲啦吼，即个咱流感化了吼，甲咱过去的流感来讲吼，咱过去的流感吼，其实咧症头吼有时啊着吼比即摆搁较严重。啊，只是伊传无遐尼厉害啦，吼，无像即个RT值吼遐尼悬啦吼。但是阮以前嘛是拢吼，若是讲伊着的时阵吼，阮若讲采检出来着，互伊去流感吼，当然迄阵是药啊通好食吼，啊踮咧厝诶叫伊休困1礼拜，莫去上班吼，嘛是甲厝诶人斗阵，但甲交代讲吼，去厝诶伫咧厝诶内底时阵吼，咱最莫带好势吼，莫甲厝诶人伤过接近吼。安尼过去吼，安尼遐尼久长诶时间，安尼日子嘛是咧过啦吼。所以讲吼，即马即个数字吼，虽然看起来吼，甲去年比较起来讲，哇，即个数字是毋是愈来愈悬吼？我想吼，即还袂甲伤悬的时阵，还佫会佫较悬吼，一定会破纪录的啦。迄400几个一日迄吼，可能吼过无偌久就会破啦。但是迄意义吼，完全拢无共款吼。啊，当然你们即马嘛知影吼，知影讲吼，迄阵迄个时阵甲即马吼，咱逐个家己拢较会主动嘛吼，会带喙烟啦、洗手啦遐吼。啊，伫咧一寡活动的时阵吼，逐个嘛是吼，大家咱个民众的意识吼嘛是真清楚伫的吼，所以我感觉讲吼，虽然即个数字吼有即马有称较悬吼，当然这是毋是讲真好啦，但是咱来惯势啦吼，因为这无可能的代志，咱无可能讲吼，咱台湾家己封锁起来，因为世界各国吼，大家拢是要甲病毒共存嘛吼，除非是咱锁国永远甲锁落去，咱若要甲外国搁交往落去的时阵吼，咱若无甲人政策共款的时阵吼，咱无法度甲人吼有一个沟通吼，咱台湾吼惊伫咧世界上会去孤立起来吼，啊，其实对咱来讲，久长嘛无啥好啦。但是咱即马指挥中心吼，咱即马逐工咧报即个数字的时候，其实爱互咱民众吼，爱知影讲吼，即个数字的意义是无共款，袂使干那一直讲数字的时阵，啊，有的人吼，我咧看患者嘛是有的患者来吼，拢安尼足烦恼的讲，哇，哪会阁遐侪人吼？但咱嘛是耐心甲讲啦吼，啊，但是若讲咱的北部官吼，咱的迄个指挥中心吼，会使吼，伫逐工在记者会时阵，甲大家说明一下吼。安尼吼，诶，大家民心较会安啦吼，啊无吼，有诶人吼，其实即马我嘛是有看到讲吼，有诶人吼，伊诶迄个心情吼，嘛是佫开始咧紧张啊吼，我压力实在有够大啦吼。但是咱无可能甲去年共款，佫甲封锁起来，因为你甲封锁起来意义无大嘛。若是今年，若是讲即个数字啊，今年即个病毒甲去年共款遐尼厉害。吼，真侪人会去带伊吼去 ICU 吼，互咱的病房的无够的时阵，当然吼，咱爱真紧张伫，但是今年的迄个状况是无共款啦，所以咱爱较看即个吼做平常心啦吼，若是愈来愈悬的时阵吼，即个数字吼，应该是会慢慢较悬起来吼，啊，莫讲一摆摊伤侪时阵，即医疗能力吼。袂当吼收束起来吼，我想吼，这咱慢慢惯势啦吼，啊若无惯势的时阵吼，咱无可能搁恢复到前2年讲吼，咱拢锁伫咧国内吼，其实大家拢真痛苦伫，啊有的人嘛趁无食吼，其实对咱的民众来讲吼，实在是吼无啥公平。是。观众朋友，咱过来看这张图表吼，大家敢会记得2月、3月的时阵吼，这红色的这是境外吼，境外的数字拢较悬。啊，这张图内底空色的是咱的本土病例，咱看到4月为这个3号开始、4号开始吼，这个境外甲本土渐渐在接近，这2天
境外较少啊吼，咱本土所穿起来吼，这都是咱病毒伫咱国内吼在传吼，咱来请教林医师吼。林医师来上节目的时阵吼，定定讲到这个乌素啦，就是轻症化吼。你若无症状，你嘛袂去体检吼。安尼即款的情形，毋若本土会清悬，事实上，真正患着病毒的人搁较侪，敢毋是？无毋对啦，是安怎本土会清较紧吼？这表示讲哦，咱国内吼自然感染的人少啦，就是讲咱过去哦无啥物疫情嘛，无啥物疫情，你可能较少啦。当然咱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咱有做疫苗的人嘛袂少啊啦。是。啊，有做疫苗，普通你找着感染吼，你嘛是会感染哦，你毋是讲做过疫苗你就袂感染，你会感染，但是你袂重症啦。所以咱做者是叫做吼，叫做突破性的感染、突破性感染啦吼。做者人是伊有本身有做疫苗，啊，佫有感染着，吼，因为这个Omicron咧，甲较早的武汉肺炎无啥完全共款嘛，所以咱较早做的疫苗是针对迄个武汉肺炎的即个病毒的即个症状的嘛。是。啊，做迄有一定的抵抗力，即个抵抗力主要是互你袂重症甲死亡，毋是讲袂互你感染啦。啊，所以咱当然未来来讲，已经会应该你来看即个趋势来讲，伊应该会愈来愈清愈悬啦。哦。啊，但是啊，莫伤烦恼啦，莫食袂落、困袂去吼。你看我，互你看一个数目字啦吼。咱即马总共呢，1月到即马主要是Omicron的感染，是。2000几个，2056个，重症的有几个？5个。这5个是啥物款的比例？差不多有的人是无注射的，有的注1针，有的注2针，敢若有一个注3针，迄个人呢较轻啦，症头较轻。啊，佮讲是中症的。对，中症，伊就讲较袂遐厉害，啊嘛是住院啦吼，所以咱嘛甲算伫5人内面啦吼。啊，99.76%拢是轻症甲无症头的。是。吼，啊。轻症甲无症头就是安怎？啊，都无完全无症头，啊，都毋知是安怎，毋知安怎你甲伊验，就是讲我有病毒伫身躯，我嘛拢无感觉啊。哦。哦，无感觉啊！啊，有的人是讲轻症就是讲，轻症就讲啊，我都若受感冒，若有听捎一个流鼻水者，啊，无拄好去验着讲我讲着迄个武汉肺炎啊。哦，啊，伊嘛毋知影讲伊真正对，若无伊个验伊嘛毋知影。是。哦，啊，因为咱即摆咧体检较济啦，讲实在，咱即摆有当诊所就会当分啊。本你讲你要甲验看卖吼，验看就有，就变做真正就入去即个2000几个人内面啊。是。啊，你钓到99.76%拢轻症甲无症头的，其实讲实即个病嘛免伤惊啦吼。啊，当然有个人咧烦恼讲，啊，你虽然讲99.76%，吼，啊，敢若0.24% 是严重的，啊若台湾2000几万人，啊若0.24% 嘛是足侪人啊咧，无毋对，你讲嘛无毋对。但是遐个重症的人就是无完全注射的人嘛。你比如你若讲遮个人拢甲注3针，甲注了3针落，你得着嘛是轻症啊。是。我相信即个数目字吼，会个变做讲无症头甲迄个轻症来佫愈悬。哦。因为你若讲遐个人拢遐无完全注射的人，拢佫较注好势。是。你即个%会可能变做99.99%。可能拢轻症甲无症头的，安尼这个愈免惊嘛。是。啊，所以咱即马政府应该一个政策就是讲，安怎互遐个无注射的人赶紧注射，特别是遐个老伙啊，有本身有慢性病者的人，安怎鼓励因出来注射？是。哦，啊，这个真重要啊！是安怎？我有当时因为我家己伫诊所，我嘛知影讲是安怎遐人无要注射，有个人真正是有病袂使做嘛，有来急性病迄阵袂使做，啊，有个人是惊副作用。啊，来惊副作用，咱政府即马就高端的疫苗啦，还是讲咱将来要采，你即摆要买一寡迄个叫 Novavax 迄个疫苗，迄嘛是迄个 Novavax 迄个疫苗，迄嘛是种蛋白质的疫苗，迄蛋白质的疫苗，迄嘛较轻，较袂讲有副作用。应该政府爱赶紧，互迄个才会惊副作用的人去注即个疫苗，啊，较无副作用，伊就看轻注，轻注嘛是有迄个效果伫的。啊，佫有一人是袂晓有药的人，袂晓使用电脑的人，这个人呢，拢临时走来诊所，今仔有通做无？
过去无通做啦，是安怎？过去疫苗吼，拢有药的人足济嘛，啊无剩的疫苗足少。但是即摆来讲呢，事实上呢，会晓有药的人有药了啊。即摆即个老伙仔为袂晓有药的人，即摆呢应该要赶紧诊所，大家拢爱配疫苗，互伊去做嘛。哦，赶紧互即个人赶紧做的，安尼互伊得病嘛较无代志啊。所以政府应该一个目标就是讲，咱爱互即个咱的民众拢会当注疫苗，吼啊，毋是讲互伊袂当得即个病啦，吼。我讲，逐个人差不多拢会得啦，紧慢尔啦。是。啊，你若得着轻症甲无症状，安尼就好啊，哪有啥物大代志？病毒较济，咱嘛是，咱事实上咱平常对细汉甲大汉毋知染着偌济病，咱也无讲咧惊啥碗咳嗽啊，咱嘛是安尼咧过日子啊。啊，所以咱即个奥密克戎即个病毒，你若讲有法度互伊讲得着的人，1,000%来100,000%、10,000,000%人口有同情来讲，安尼有啥物通惊？是哦，上重要的是你有注3针，你若今仔有注3针，你吼四界拍走，你嘛较毋免惊，因为你总是会撞着迄有确诊的人嘛，总是会撞着嘛。是啊，你若有注3针，就较毋免惊。所以我一直咧鼓励，我讲来几啊摆啊，讲鼓励赶紧尤其是有迄个高风险的这个人，一定要赶紧来注射啦。是，唔好讲安尼啊，我都袂去得着啦，我无遐歹运啦，我伫拢秘伫厝，我也袂去走去外口啊。你有可能拢完全袂走去外口，你无该怪到感觉啊，你来讲一定袂走去外口，你也毋是关伫感觉内面啊啦。是，所以这个人吼，我讲咱这个守规矩的人去注疫苗的人，拢咧等这无注疫苗的人。啊，这无注疫苗的人，即摆拢一直咧鼓励讲，互伊500块、1000块，守规矩的人颠倒是食亏呢。哦，啊，这个无注射人，是毋是即摆500块嫌伤少？是要搁等1000块，还是要等2000块？啊，无咱就爱教迄个有一寡国家吼，对无注射人是用罚的方式哦。哦，澳洲，你若无注射，我要甲伊抽迄个健康税。对。美国，你若无注射，你莫大，你死头咯。是。奥地利，因吼你无注射，我该罚600块欧元。哦。新加坡，你无注射，你得病你家己负责，你家己纳钱。自费吼。你家己自费纳钱。所以政府我有当呼吁咱的政府吼，爱有一寡措施出来。是。互这个无注射的人，爱有一个限制，无法度互伊过正常生活，啊叫伊出来过注射，啊注射了你才会当过正常生活，安尼才有法度啦，啊无吼。咱要等到当时，较天会光。是，我过来讲一摆吼，观众朋友唔免为着这个确诊的数字来惊吓，紧注预防射吼，啊，较莫伫遐咧轻省副作用啦。咱来请教叶医师吼，注预防射了后，犹原有这个突破性的感染吼，你敢有要补充的？好，啊，这个时阵阮就来看2个国家，一个是英国，甲一个是丹麦。好，咱即马来看遮好。因2个国家是第3档拍甲真正有够好的国家，是。所以你看这是11月开始，差不多奥密克戎是11月开始，到差不多到即马拢是奥密克戎啊，对。啊，咱来看2个国家，伫咧11月旧年11月的时阵，拢甲第3档拍甲足好足紧的。哦。但是你看，这是确诊的人，是确诊的人无变啊，嘛是咧。嘛是咧庆管，嘛是咧庆管，所以你拍了3档，爱甲这个确诊甲压落去，伫咧奥密克戎的时代，真正是足困难的。哦，其实无遮尔爱简单，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阮即马来看中值，因为这个丹麦甲英国那个时大人拍拢足好足满的，比少年人更加好足侪，所以其实伫奥密克戎咧庆管的时阵，虽然讲有验到较侪这个确诊的人咧病院。但是其实讲实在话，伊唔是因为奥密克戎去大院的。恁来看这个指数，来看呼吸器的使用，其实是平的。哦。啊，甚至在12月以后，搁咧降的，对。所以大部分的确诊去病院的人，唔是真正因为 COVID 需要去病院。你来看这个。底下咧袂喘气，安尼都是轻症，较侪。其实都是轻症。啊，为虾米？其实阮来比较这个英国甲丹麦。英国拍甲上好的是老人，80岁以上，70岁到80岁，75岁到70岁到75岁，因是上早甲第1针拢拍好拍满的，拢超过95%。是。那丹麦嘛是共款，你来看丹麦的第3剂，伊拍的
上好来差不多到已经60岁以上，超过93%。咱50岁以上嘛，差不多90%，拢甲这个第三剂拍好拍好满。80岁以上基本上是100%。是。敢若纽西兰嘛是差不多第三剂拍到95%以上。哦，好，观众朋友，咱即马吼连假拄啊才结束，未来2礼拜可能确诊者会搁较悬吼，这个报道咱先来看。清明连假放4天，国内本土确诊比例逐天拢超过200例。桃园市政府下令市府所有员工甲警消开工进前强制做快筛。在假期期间哈，我们希望民众有到人口密集处，或者是有到人口比较多的这个旅游景点哈，那收假的之前哈都能够做这个快筛。桃园强制所有员工爱做快筛。伫开工了第一个上班上课的日子，各县市的政策是，贵阳市也要求所有的公教人员全部拢爱做快筛。高雄市伫咧学校的部分，只要出现过确诊，恢复上课即天拢爱采检。台北市甲新北市虽然拢无强制，不过新北的公教人员无做过2期有风险，上班即天就要提出3天内快筛阴性证明。新北市政府跟一般企业，如果没有接种第2剂的员工，包括学校的教职员工，如果没有接种第2剂上班的收入，要提出3日内的快筛阴性证明。高雄市政府要求辖区内国营企业重要产线的员工，加高雄港区的工作人员，拢要有初5以后 PCR 或者是快筛阴性证明，才使入去厂区内面工作。开工的时候，或者是开学之后，那务必要来监测自身的健康，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假如请假，该请假就请假。国内真侪企业也提悬防疫规范。台湾大哥大宣布，初6到15，公司所有员工尽量伫咧厝内工作。若是业务需要的人力，而且做过2期或者是3期有风险的人，才当入去办公室。军创是自初6开始，依照工作的地点甲内容分组分流上班。另外，更是要求高雄厂的员工，若超过4天无入去厂区的人，就要无症状或者是采检阴性，才会当入去厂房。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即摆的防疫政策吼。事实上，本地拢是共款啊，你喙安本地就爱挂条条吼。不过，营业场所内底吼，就爱实联制啦、量体温啊、环境爱消毒啦。你若去食到吼，唔通逐道安尼敬酒敬茶吼。另外，若是喙安会当摕落来的时阵，就是运动啦。你若是要翕相啦，还是录影啦，亲像咱台湾新眼界安尼，还是讲你有啉食的需求吼，这是咱即卖的政策。中指挥官讲吼，即卖无需要因为一个人确诊吼，就暂停迄个大型的活动。当这时鼓励你若是有接触的历史啊，还是讲你有症状，就去做快筛吼。咱来请教周医师吼，即马鼓励大家去做快筛，那筛检的人较济吼，咱会当知影迄个阳性率吼，知影这个阳性率对咱控制疫情有啥物款的帮助？是因为咱即摆若甲做快筛吼，若讲是阳性的，搁去做 PCR 若阳性，当然吼，咱若会使有一个病例出来吼，咱先吼踮咧厝的休困来甲隔离起来吼，无吼即个出去了，咱咧 RT 值吼都是安尼传出去的嘛吼。因为你若讲吼，会找出一个人来，伊就是减少真侪人的迄个感染嘛吼。其实吼，咱即个大型活动吼，就头拄仔咱林秘书长讲的嘛吼，讲爱互就是讲若无注射注了满的人，爱互一寡限制，像咱即摆大型的活动吼，虽然咱无停止，但是咱要去大家嘛，你嘛爱住3堂吼，才会使参加吼，这就是一种限制吼。但是这个限制吼，咱应该是吼，慢慢甲扩较大的啦吼。因为为啥呢？你这吼像讲吼，这人是有出来嘛吼，有出来吼。其实伊若你登去厝的了吼，厝的还有一寡老人啦吼，还是讲囡仔，像囡仔即摆拢还无住嘛。无住嘛，若是讲老人的时阵，为咱老人若讲有一寡慢性病，虽然伊若住第3档，有诶佫无住的时阵，你少年人若出来外口，你若着无隔离起来，其实倒去厝诶嘛是有问题啦吼。所以咱这做这采检吼，因为我想即个方式是袂歹啦吼，但是即马吼，就是咱头拄仔讲的，就是讲吼，即马即个
咱的镜头吼是无以前遐严重对袂吼？咱即摆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你即摆就是爱安尼去做嘛，慢慢再甲放互松。敢若讲咱要为楼顶落来，你是要行楼梯慢慢行，还是要坐电梯，还是要跳落来？跳落来可能真伤重的嘛。所以即个阶段吼，咱就是哪放哪试看卖啊，像讲这大型活动，咱即摆无停。若无停的时阵，咱虽然有增加，但是中间的人嘛无增加。其实就慢慢甲放松啦。我想即个方向是真正确的啦。像讲即摆像讲大家骂这三节，咱即摆有时嘛是爱限制一寡人比如讲伊无住三节的人还是无住两节的人，像头拄仔讲，你即摆要去上班啦，要创啥时阵爱互伊一寡，互伊真麻烦就对啦。古早是讲迄疫苗无够嘛，无够你就无法度，人要住你就无法度互人住嘛。即摆有你毋去住互你真麻烦，毋是讲无爱互你来。但是你着爱看几工爱采检一摆，互你足烦的安尼啦，干脆家己住的就好啊嘛。像讲头拄有讲着讲 Novavax 入来的时阵一寡较毋敢住的，咱来甲鼓励啦。甲鼓励起来住啦敢若讲咱遮守规矩的人，逐个拢做了真好的时阵，等遐无守规矩的结果咱的活动拢若去受限制其实对咱来讲是真无公平啦但是有一寡人伊就是有的人伊就是无爱住，因为有的宗教信仰伊就是讲袂使去注射有的人就是伊会惊啥其实伫个诊所内底真可惜啦咱伫个诊所内底定拄着要来注射的人迄工无法度通住。咱敢若刘叔一定知影嘛讲咱台北市咱伫个诊所无法度为拜一个拜六逐工注射呢。伊甲你分讲，我1、2、3会使住，我4、5、6就袂使住呢。然后分安尼啦。即摆有即款情形。我逐工住敢袂使，对不对？人入来讲歹势我今仔日拄好我无住，你后礼拜再来。人今仔日有迄个兴趣要来住后礼拜人就无一定有即个，就可能就个软去安尼所以这实在是真可惜其实咱即个注射率若是讲较有一寡春秋的时阵应该会冲较紧啦，会冲较紧，因为即摆这就是一寡即个制度的问题结果呢咱有迄个有人要住，但是伊住无着这是真可惜的代志但是咱比如讲咱即摆来要甲限制限制讲你无住第3档，还是讲无住2档，你袂使做啥。前提是讲你爱互人住会着，你互人住袂着是要甲限制，这就无道理啊嘛所以这其实咱有一寡疫苗，像讲顶个月一寡真侪拢报废去嘛是安怎迄个疫苗袂使靠有春秋的逐个来甲注的咧其实阮伫台北市像阮医师工会定定甲台北市卫生局啦我是毋知影讲因到底是为虾米遐坚持啦定定咧开会的时阵就讲阮敢袂使拜住到拜六敢袂使安尼伊就讲袂使，你爱分组。迄阵是讲较少人住的时阵，咱分组2组，这有道理嘛较袂讲遐尼浪费嘛即马人要住的人较尼济你无一寡变化的时阵人要住无着。其实这有真济佫需要检讨的啦咱若要较紧的其实这若检讨起来甲做起来时阵咱这个注射率一定会更较悬。尤其是我来呼吁一个望地方政府爱考虑周医师所讲的代志增加这个互人注射春秋的空间，会互注射率来称悬咱即摆来看妈祖进香的这个代志大家嘛这个月8号到16号要去新港，咱讲西境啦。另外后个月苗栗白沙屯的妈祖要去北港进香大家嘛即摆你就爱注3剂预防针才会当对。不过你袂使去软桥骹啦，你嘛袂使去摸这个妈祖的銮桥咱知影对妈祖进香的人会想要去摸迄个銮桥来得到保庇另外伫这个白沙屯妈祖进香内底迄个銮桥本地就袂使去摸，总是会有济人要想要软桥骹，这嘛是袂当的。这是在咱宗教活动内底可能会互人为着病毒的这个过程不过。内底游玩有一个美感就是讲各地在翻接圣庙的时阵，会有饭岛呢。这饭岛嘛是会使讲，互人为着病毒的这个途径咱来请教林医师你若真正去参加这款大型的活动安怎保护家己，无互这个病毒一直安尼咧传？对，你主持人讲了好，我有当时感觉妈祖的威力比中央指挥中心佫较有力啦。安怎讲呢？妈祖讲要西境，讲爱叫大家注射，再注3剂才会当参捌。你感觉中部
偌一人去注射，你敢知影？哦，足一人去注射咧。是，因为妈祖参拜妈祖是足大的代志啊。是。啊，伊较早谁无爱注射，谁为着要射经，伊就要做。妈祖足伟大啊，所以我感觉妈祖嘛真有威力的呢。啊，中央这有当时哦，测试爱搁较好啦吼。你无想神的威力较大，你得知影讲安怎政策做甲安怎，互人会当关心来注射嘛。所以我讲有当时政策拄啊，周医师嘛讲了好啊。你若无注射，你若无注射，我袂互你无方便，你得爱甲体检阴性，你才会当入来工作啊。这嘛是一种啊，但中央政府即马有一个政策，还算袂歹啦。迄个娱乐场所的迄个员工啊，是讲你要去入去迄个娱乐场所的，遮个要佚佗的人吼，你爱住3针才会使入来。这嘛是一种政策啊。所以你若讲今仔一个工厂吼，台积电好啦，反正台积电、台积电拢无要紧啦。你若要入去，你嘛是爱讲住3针，你若讲。企业规定讲，你爱住2针，起码住3针，较入来，大家就拢住啊。无住你就抬头，赶快免上班啊。是。哦，这嘛是一种政策啊。政府的机关嘛会当这安尼做啊。迄个新北市市长，伊嘛是安尼做啊。伊讲，你即马机关，迄个我政府机关，你若无住2针，你莫甲我入来。是。无你会当住厝里上班，你住厝上班。啊，你若无爱住上班，无你死头路啊。就变做安尼，你无头路，你袂当领薪水啊。你若我着做即个代志出来，咱台湾其实咱要到90%嘛有可能的代志啊。是。啊，你无要做，你甲我讲高食咧，罔高食咧。啊，伊若无要做，你是要高食啦。哦。对无？所以我讲这政策有那是真重要啦，毋是讲，我当然你逐个人要做好人，逐个嘛要做好人，我若莫甲影响着你的生活，啊，我拢好人。啊，但你大人要做人，啥物人要做歹人？是，所以嘛是有人做一寡歹人较严的。吼，咱即摆就是咱即摆是安怎未开放，就是一寡人无注疫苗。咱若其他人拢注疫苗，到90%想迄北欧、英国，咱就法度开放啊。英国、北欧是安怎有迄个资格通开放？就是安尼来差不多3剂有的人注到90%啊，毋达90%哦，因自然感染量嘛足悬的哦。哦，可能有将近40%到60%自然感染的，这2项加起来就是因的群体的免疫力啊。是。啊，咱台湾无自然感染的人嘛，咱干来靠疫苗嘛。啊，咱靠疫苗，咱来个愈悬，有当时90%，哦以上。哦，啊，当然有一寡小块的人，有可能因为什么某种的因素，伊无爱多注疫苗，咱会当了解。哦。但是大部分人，足侪人是因为会当做伊无爱做啊。是啊，这个人是要安怎叫伊做？你无叫伊做，啊，咱是要安怎开放？是啊，无就是讲你将来我咧设限期嘛，比如讲政府限期讲好，到5月底进前，你若无做，我嘛是照常开放，你家己负责你的健康。哦，我无法度啊，因为我无可能永远讲为着你拢无要做，所以我拢永远封锁啊。是。哦，你较限期嘛，限到一个程度。5月底之前，你甲我做的，无做我就嘛是爱开放，我袂当讲因为你无做，我讲伊继续封锁。你看台湾100间学校停课啊，影响偌济学生。是。工厂啥的停班的偌济，啊你要永远安尼做哟？啊大家都免读册啊。是。哦啊，一寡行业、旅游业、什么业拢免开啊。哦，大家拢要做，你因为你无做，大家生活拢互限制掉的嘛。是。所以。应该是要有一个测试，就我讲，政府要更较积极来做这件代志。是，叫因一定爱做，你若无做，我要限制你的自由，要限制你活动。哦，啊无你得爱甲验互我看，特别你要我的公共场所，你得爱验互我看阴性，你才入来。要来食饭，你验阴性，你才入来食饭。哦，啊无你袂使出来，无论你家己在厝里拢莫出来。是，观众朋友。林医师咧讲的吼，即马要袂当开放吼，有一个原因，咱来看指挥中心李秉颖医师所讲的吼，虽望咱即马唔免为着这个数字来烦恼，总是若是病毒拖到这个长照的机构内底吼，为着老大人，这是咱即马上大的挑战吼。因为咱知影老大人，咱一直咧讲吼，注射率要无足悬的，咱来请教叶医师吼。
咱知影香港因为老大人的注射率无够悬吼，造成足侪问题。啊，叶秘书你来看，咱台湾即马老大人的注射率吼，敢有到迄个会当开放的程度？应该是无，对。所以其实阮应该要抓50岁以上，拢爱95%的疫苗覆盖率，在真正才有较侪材料来去开放。即马是差不多77.外的第一剂啊，尔，毋是讲2剂哦，2剂搁较低，差不多70%啊，尔。所以安尼其实是无够的。赞同这个李署长讲的，就爱有较侪措施来去甲这个物件来去解决。所以这个物件真正爱马上来解决，差不多上少上短上久的时间，差不多爱2个月以内，爱甲伊拍到95%，才会较安全。对，啊，这嘛爱解决，这是这整个这个疫苗施打的这个地基爱创好稳，那再唔惊来创好歹。是，咱知影吼，老大人的注射率爱求好悬，毋是因为老大人吼拢无伫外口走吼，都无影响的。咱知影即摆因为我们看足够话。少年人逐工爱出去上班，也是去学校，伊真有可能会握到病毒，啊，然后伊可能会甲病毒带转去到厝里，安尼就有可能感染到老大人吼。咱来看另外的话草吼，这个新郑兰医师讲吼，即马这个 RT 值吼，较大事啦。若是咱积极来防疫，无超过2吼，疫情都袂大爆发吼。总是咱来请教周医师吼。这款的状况，这个 RT 值吼，伫咱台湾要敢就爱真正去追求讲，一定爱伫2以下。其实吼，这真歹去甲算出来呢吼，因为咱即马讲的嘛，就是讲咱若采检较侪吼，啊阳性度就较悬嘛吼。咱咧定下讲一寡头拄仔主持人讲一寡乌数这吼，所以这拢无包含在内啦。所以伊即马咧讲，迄是一个估计啦，吼，一个估计嘛吼。啊，即马其实你讲一个人拖偌济人，咱即马讲拖了，你有啥物代志无？这颠倒是较要紧啦。吼，啊无就讲咱逐年以前拢咧流行，逐年会流行性感冒嘛吼。我想迄流行性感冒吼，逐年吼，因为安尼过往的吼，敢若比这较济呢。是。吼，啊咱嘛是甲伊，咱较济遐人嘛是讲，就是一寡老大人。吼，啊你若拖的时阵，你若拖互少年人，吼，你讲RT这个值吼。是较悬，但是拢拖互少年的，甲拖互老人甲囡仔，迄都无共款啊咧吼。所以这是一个数字吼，咱即马伫咧旧年的时阵吼，咱因为迄着真侪拢会重症吼，所以咱一定爱去看讲一个会拖几个吼，迄爱计较遐真迄落吼。啊，即马这吼，你甲计较这，你讲啊一个传染就几个，啊逐个拢轻症还是拢无症头，啊逐个拢好势，啊你去计较这个代志吼，有时啊，咱想过计较这吼，到底有啥物路用咧？吼，所以讲吼，即马上重要的吼，咱一直爱讨论讲吼，你无论你是2也好，1也好，吼，还是4也好，你就是莫太迄个老岁啊，迄个较虚弱的人嘛，对不对？啊，无你吼，若讲4、5个，啊，逐个拢无啥镜头的，啊，有的你嘛毋知影，无去体检你嘛毋知影，吼。所以即马就是讲，头讲安染中心啦，吼，中岛机构遐内底的人吼，其实阮台北市吼，我嘛是迄个咱甲市政府拢有合作吼，我嘛是拢去内底甲因住呢吼，阮医师公会甲因合作吼，啊，去中岛机构啊，搁去厝的啦内底，甲遐吼无法度出外的4大人住啦吼。但是咱有看起来吼，第1剂、甲第2剂、甲第3剂吼。伊嘛有个人是住第1剂了，当然伊无爽快，第2剂毋敢住的有啦。但是第2剂住的第3剂嘛是有较少一些啦。但是吼，这伊无法度通出来，咱会使去内底甲住嘛。吼，啊嘛是会使有一寡，敢若讲咱吼较严的，比如讲啊你吼迄个咱的伊的4大人住伫即个安养中心，啊迄个若伊少年你讲袂使，你袂使甲阮住，啊无你家己带转去来厝的顾啊。是，吼，你莫住阮遮，吼，反正即马这个吼，这个床位吼是真少，逐个拢要抢嘛。啊，你都毋住，啊，你若着，逐个拢对你着啊，因为咱即马拢就是突破性的感染嘛，吼，毋是讲咱住了就袂着，但是着的时阵吼，中症的人会较少，但是老大人迄个无一定啊哦。虽然是3剂，但会较低无毋对啦吼，但是你会害到别人啊。所以咱嘛是要甲限制，你即马不管你传几个人，就是莫去传到遐会去影响到医疗量能的人，这是较重要的代志。啊，你若逐工踮咧报讲吼，即马有200几个，明仔载300几个、400几个、500几个，我想这个意义吼，
毋是遐尼大啦，吼，所以咧爱互大家吼去知影讲吼惯势，啊无以前若讲流感敢有咧报讲今年哪里着几个，吼，迄阵着几个安尼吼，拢真少人咧讲嘛。我有些流感吼，几年的大流行一摆，因为迄阵迄个疫苗吼，伊材料药料毋对去，哦，迄年的大流行。阮就知影讲，哦，一讲吼，哦，患者拢足济，迄落吼，嘛是逐个拢安尼吼，足艰苦的，但是咱嘛是拢会过去嘛吼，嘛是死亡的人吼，嘛是有啦，但是袂讲加偌济啦，咱就要去注重遐个代志，毋才对吼。所以吼，咱即马吼，咱讲在咧讲，就是讲注疫苗啦，吼，即个防疫措施啦，吼，过来就是吼，咱指挥中心爱互咱的民众吼，慢慢咱有一个期待，就是讲吼，咱安怎甲伊放松，无吼，你即马拢安尼一直敢若讲啊，拢足恐怖安尼吼，有一天你甲放松落去，我想大家嘛挡袂掉吼。我想这个心理上吼，应该是大家要慢慢做调整啦。种个心理师当然有伊的看法啦，吼，一直讲RT偌济，我感觉旧年来讲意义可能真大。迄阵也未注射啦，然后哇，拖几个，这真严重嘛！爱逐个病吼，真济拢爱去大院，爱去插管，还是做 ICU， 即摆都真少啊。所以你即摆也是讲，我不管我RT值是几个人，但是我即摆袂去占着我医疗量力，我想这是较重要的代志。是，观众朋友，咱来看。别国的这个 Omicron 的传染的这个过程吼，一定有一个确诊人数渐渐咧增加，一直增加到一个紧绷的时阵，才慢慢啊降低吼。咱的台湾新闻界一直咧讲，咱台湾需要做的是去压这个曲线吼，林秘书未来这个确诊者搁较侪的时阵，即摆咧讨论讲轻症可能会伫厝内静养哦，大黄立民。院长讲吼，这款的状况是无法度来导向吼。不过，伫厝内安怎做，以及咱的医疗的量能吼，未来会互这个确诊者安怎来影响呢？我同意伊的讲法。即摆足侪国家就是安尼咧做啊。南韩因的轻症无正常，嘛是拢秘伫厝里尔，佮要走去倒去啊？是。美国嘛是安尼啊。英国甚至拢无管啊！你个，互你验着讲你确诊，你嘛会当照常工作嘛，拢无要紧啊。是。所以咱台湾若讲未来一天几千个、几万个，咱迄阵就是安尼做啊。无你是要大家拢住病院哦？到有遐济床头你住？哦。到有遐济旅馆头你住？嘛无啊！你嘛是爱住厝里啊。是。哦所以我是想讲安尼啦，咱莫去想讲你今仔日几个？今仔日假使讲1万个啦，假使啦，讲今仔1万个，无半个重症，你感觉是对这较恐怖？你是感觉1万个较恐怖，还是无人重症较重要？哦，所以咱莫咧讲RT值啥物偌济，迄免管啦。你咧看讲偌济人有重症甲死亡的，毋是咧干咧看讲确诊者有偌济啊？确诊者偌济，哪有啥物关系啦？咱注疫苗的人嘛是会过吊啊，但是吊了都袂重症啊。你袂当讲因为足侪人确诊，你就讲哦，迄严重哦，严重偌严重。咱是爱讲偌侪人得着重症甲死亡，这较严重。是。吼，所以我是想安尼来就讲，黄立明院长伊咧讲，伊讲将来台湾嘛是安尼做，无毋对啊。这伫迄个拖甲足厉害的国家，就是安尼咧做啊。台湾是即摆无拖甲厉害，咱即摆足侪旅馆、病房啥抑阁足侪咧。所以伊无要安尼做，就是安尼嘛。是。当然，咱无要安尼做的目的就是讲，咱会当互即个确诊的人较莫增加了伤紧啦。安尼尔，才有即个好处啦。是。若无轻症甲无症头的，本来就住厝歇困倒啊。流行感冒咧流行迄阵，咱家咧报重症尔，有人咧报讲今仔日有几个流行感冒的，嘛无啊。甲讲报讲哦，今仔日有偌济个重症住院哦，还是讲偌济死亡的人哦。刚才咧报这尔，无咧报讲我今仔日有偌济重症，有偌济人确诊，无咧管这啊啦。是。佮讲哦，我讲啊，咱对细汉甲大汉，你想看你会当染病毒偌济种？你嘛咧染病，你敢会感觉哦？你今仔日偌济人得了什么病毒？你会安怎？咱嘛是无咧管遐，若讲袂引起重症甲死亡，咱嘛是安准拄好伊啊。你看病看快就好啊！你食一个药2-3工你好伊，你嘛照常活跳跳啊！所以欧米克讲较实已经遮轻啊吼，咱担心的是担心遐个老岁啊，遐个迄个什么一寡迄个安养院的遐个人，
咱是咧担心遐，所以遐人爱赶紧做就是安尼啊。是，伊若注射了，伊钓着，伊嘛较袂当情，吼啊，所以咱若讲真正疫苗会当做较真好势，我感觉咱应该嘛是爱开放啦。所以我一直咧强调讲吼，政府爱有一个较严格测试出来，袂当干啦讲放酷酷讲我准拄好诶，我干啦奖励你，互你几百箍几百箍，啊你要出来毋出来，无要紧在你啊。是，啊你无一个限制测试出来，你是要叫人等到当时啊，等到天暗嘛无法度啊。哦，好，咱来请教叶医师吼，英国的状况你较了解吼。英国早就甲这个防疫的措施完全拢放零啊，了后这个确诊者嘛是咧增加吼，总是确诊者在增加的时阵吼，民众的反应是安怎，以及对政府的这个措施的反应是安怎咧？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拄则开始的时阵 ，Omicron 咧庆管的时阵，伊是有一波的这个 BA.1， 啊，个这是一个小波的这个 BA.2。哦。啊，到其实伫咧正月27号的时阵，啊，就啥物规定拢放好煞。啊，2月的时阵，确诊以后，连5天的伫咧厝的卖出去，才会规定嘛拢放好松啊。但是因为真正有在条做这种代志，其实是因为伊的抗体的超过99%。哦。所以超过99%的英国民众拢有保护力。哦。所以伊才会使放好开。啊，丹麦嘛是差不多的情形。啊，即马台湾其实佫有差。哦。对，尤其是时大人的遮的保护力，其实是差。有小可会较侪，对。也就是讲，咱即马要袂堪你可能一天几千个人。即马袂使，台湾袂使做英国的代志。哦。安尼就危险的。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中国的状况吼。咱看到上海即马疫情在滚高，昨4月初5，因增加17000人吼，累积已经到9万啊，死亡是7个人，因规个城市封锁到单。即马已经10天啊吼，不过咱有一个足重要的信息知哦，上海吼，因的注射率是超过95%，总是因安尼有缘遮侪人得到病毒吼，因真紧张吼，显示讲中国的这个疫苗的效力吼有较差啦吼。不过咱来请教周医师，这个。中国即马即款的状况吼，因的这个 mRNA 疫苗，佫无法度入来吼，对因的影响是啥？另外，就是对台湾嘛产生影响，因为咱台湾一直甲中国咧做生意啊，规个城市拢封锁吼，对咱有真侪影响，敢毋是？你看吼，咱迄中国吼，可能是即马吼全世界吼，即边境的管制上严的。哦，你即马入去了吼，都爱个隔离了吼，甲另外一省都爱个隔离1摆。吼，落来个采检遐真侪摆就对吼。你看因安尼吼，边境管制遐尼严吼，这病毒就无法度去甲阻止啦吼。所以咱的边境管制吼，伊比伊较松啊，传入来，咱传入来台湾吼，迄是一定的代志嘛吼。但是因吼，即马就是一个疫苗讲，因的迄个科兴啦、国药迄吼，可能对进前的迄个咱的迄个武汉肺炎迄吼，可能有一寡效果，但是对奥密克戎可能较无效，还是讲保护力较无够啦吼。我想这因真大的缺点，咱想看卖讲。因即马封城到安尼吼，嘛是拢一个探倒出去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因咧咱即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吼，有咱的好处啦吼，因为咱拢会使监督政府啦吼，大家会使讲家己想要讲的话啦吼，不管是对啊毋对，大家拢出来做一下参考一下嘛吼，就是较侪人出来讲吼，就一定会有一寡智慧出来嘛吼，高人嘛伫咧吼，咱社会嘛足侪高人嘛，无一定是伫咧迄个政府内底嘛吼，但是伊的迄个政治的体制是无共款，是集权的嘛，你人民若讲更较高，你讲迄可能嘛是拢吼无法度吼甲你采纳，还是讲甲你杀起来安尼嘛吼。所以我感觉吼，这是一个政府体制吼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啦吼。当然你看伊要封城，马上就封起来。伊若讲安尼要个封城，对因的经济来讲吼，是实在是真无法度吼，个安尼吼一定会受到真大的损害。像主持人讲的嘛吼，咱爱甲全世界国家吼爱共步，比如讲咱慢慢爱甲伊共存嘛。我想中国大陆到尾啊，伊嘛是爱行一步啦吼。但是伊变怎甲即个做预防
下即个吼，比如讲 mRNA 其他吼，甲补起来吼，我想这是因真大的问题啦。啊，但是是毋是因的人爱民主还是吼？这咱政治上咱是较毋知影啦吼。但是咱台湾吼，咱行家己的路吼。啊，因为在中国大陆，咱当然是寡货物来啥吼。啊，人员吼，即马因为咱即马疫情的关系，即马嘛，咱即马无定咧去，啊去少数人。咱安尼日子嘛是咧过，敢若讲吼，以前讲啊，无出国会死咯，会安怎咯吼？即摆大家无出国佚佗，敢若嘛过了拢袂歹就对。啊，当然，咱爱慢慢恢复啦，但是袂使赶紧。譬如咱后摆要开放的时阵啦，吼，就是倒一国吼，因的开放程度袂歹，啊，咱甲伊吼接触。啊，若像这吼，要慢慢吼，一国一国吼，爱做无共款的考量啦。吼，啊无吼，若讲吼，正式若开放落去的时阵吼，咱一定要去关心这个代志。啊，但是。中国大陆遐，若讲一寡中国大陆的迄个中国人来正经是来着的时阵，咱家己嘛是有保护来伫啊，咱嘛疫苗甲做较好势啊，吼，所以咱是较毋惊啦。这代志吼，我感觉吼，中国政府应该咧爱好好思考一下吼，因为即款集权国家吼，咱有时袂当想讲应该伫咧想啥物，咱也袂使像咱共款吼，逐个吼一寡代志会使讲出来吼，像指挥中心伊本来有一寡措施伫遐，啊嘛是一寡民间的高人像王教授、王立斌教授啊，讲一寡代志，他们有去接受。医师讲一寡代志有去接受，安尼吼，规个吼，伊个智慧甲合起来的时阵，啊嘛做了袂歹啊。吼，我想吼，应该吼，伊这政权伫遐吼，若讲吼，伊要维持落去吼，应该嘛是紧早慢爱做一寡改变伫个啦。是。好，观众们来看吼，中国上海的问题上大的问题就是因的疫苗吼对奥密克戎的这个保护力真有限啦。你若注3剂科兴疫苗，你的保护力敢若到8%吼。林秘书，保护力8%是啥物意思？讲到这吼，就喺讲到政治啦。哦，中国你看，今仔日中国的代志发生伫台湾，你看政府又骂甲臭头，骂甲也是骂甲臭头的。你是安那要选科兴的疫苗，伊个选迄个无效果的疫苗，啊，去强制阮国民内面一定爱注科兴的疫苗，袂使注别项的疫苗，别项较好的疫苗，袂使互伊进口。是，这足奇怪的代志。香港嘛是安尼啊，香港伊嘛是注科兴的疫苗，迄中国疫苗啊，注到即摆，你看，迄疫情遐严重。哦。迄因注的疫苗就是较歹的疫苗，啊奇怪咧，啊你明知影较歹，啊是安怎国家无要进较好的疫苗，互咱的人民用？是，我讲这内地发生伫台湾吼，暴动，是，全人民暴动，你甲人的性命看做啥物款？哦，对无？你好的疫苗，你也毋是无钱啊，你搁是安怎咧？安尼，因讲的因国产的，因是讲迄国产的，因是毋是讲官员有一个股份伫内面嘛？无一定啦，但是伊只要是讲因要用国产的，用国产的啊，所以不管外国的疫苗都不要入来，宁可互因内面的人注较歹疫苗啊，用遐严格测试来防止讲伊的传染。是，因为啊，遐严格测试，全世界无人受中国遐严的啦。哦，是。啊，咱台湾的做法是滚啊支疫苗，互你拣吼。对啊，当然啦，咱上无自愿，你要用较好的疫苗，你我会当国家嘛，当应该入来啊。是。哦。国家买好疫苗，互你做，啊，你搁毋做咧？啊，是迄中国伊强迫你做，你无做，真正是袂当顶啊，袂当坐火车，袂当创啊，拢袂当行咧。是。因是真严格哦。是。所以我是感觉这中国这，咱讲到这，中国讲到苏俄去啊。苏俄迄普丁，你看伊讲要拍乌克兰，伊就拍去就拍去啊！伊一个人极权的国家就是安尼啊，一个人讲了算啊。哦。我讲的人，别人袂当甲我反对，啊，咱台湾有反对党咧，你政府讲安怎？反对党攻击安尼吼，啊有好有歹啦，讲实，有来咱台湾咧做代志哦，较无效率是有影啦。啊，但是无效率的同时，咱是有一个制衡的一个力量伫的吼，袂当互你政府黑白走了伤歪去，有即个好处。哦，所以有当时咧控制这方向，我觉得反对党佫有即个角色伫的。哦。啊，伫咧极权的国家，咱讲咧。习近平，伊讲要安怎就安怎，啥物人敢反对？无人敢反对啊。普丁嘛是共款，伊讲安怎就是安怎，效率做好诶，但是呢，方向若歹去，就完蛋啦。哦，就无去啊。你无法度啊，啥物人敢讲实在话？无人敢讲实在话。叶秘书，咱来请教一下吼，林秘书讲到讲香港的这个疫情的关系吼，除了老大人的注射率了。你以外吼，嘛是有迄个因注科兴疫苗的这个问题吼，敢有这方面的研究来表示讲，
香港已经受到疫苗的种类的影响。有，因为伊有做一寡研究，啊，新加坡以前嘛做过差不多的研究，来看无共的预防下，咧保护死亡重症，敢有差？确实，嘛真实咧，迄科兴甲这国药是较差淡薄啊，对，甲 mRNA 相比 ，mRNA 也是比科兴甲这国药搁较来甲搁较好。啊，甲这个副作用敢有啥物关系？副作用其实是科兴甲这个国药其实是较轻的，对，甲比 mRNA 相比 ，mRNA 较轻淡薄啊，但是其实无差足多，但是效果是 mRNA 比加的国药科兴搁较来较好，但是无注意防下也是上大的问题啊，对，因为科兴甲国药其实也是有小寡的效果啦，伫咧重症甲死亡的保护来确实伊有小寡淡薄的效果，无毋对。是，多谢现场3位来宾，咱台湾新眼界，明仔载再会。